大家見到個畫面，係咪以為我去咗歐洲、巴黎，甚至係曼谷咁嘅地方呢？ No no no， 呢個地方係位於深圳南澳大棚區嘅地方啦。今次我去南山區選擇揸車出發，車程大概1個鐘左右啦。一入到嚟有一條長長嘅樓梯，有一種自成一國嘅感覺啦。今次我住呢間房呢，就叫 K306號房啦，就喺天台上面嘅位置就比較開揚啲啊。出邊就有個浸腳嘅泳池，側邊就有個浴缸仔啦。重點就係睇到呢個無敵大海景，爽啊！哇，呢個廁所都唔簡單啊，羅馬式咁嘅設計，仲有個智能廁所添，成個空間哇，好似去咗羅馬鬥獸場咁啊！跟住第二間酒店呢，真係羅馬風咁嘅設計啦，整齊嘅擺設，再加埋柔和嘅燈光，仲有呢個羅馬式嘅大浴缸，個廁所都好整齊。呢兩間酒店都會包早餐、下午茶、晚間甜品。哇！呢間房仲會送埋房俾我慢慢食，不得了啊！放假諗唔到去邊玩，等我 Linus 拉住你，馬上去玩。完。